小老师专门来谈谈的事情是有拍算的主，有预算的主，有拍算的主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到教会，看见真侪新的朋友，是因为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，有咧洗礼来到伫这个礼拜第一摆去参加教会这种的仪式，徛伫这个教会中间比较代表教会，我们来欢迎你第一次来参加教会这样的非常神圣的一个圣礼典。今朝伊咱要伫即个所在，咱做阵来思考。今仔日咱有洗礼，有献圣礼，幼儿洗礼，佫有圣餐，这是一个真神圣要紧的一个时刻。通过伫即个洗礼中间，咱咧想讲是安怎要做基督徒？为什么要当基督徒？当基督徒是一个非常荣耀神圣的，当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受敬重的，在圣经里头，当基督徒要得到这些荣耀、受敬重。是因为上帝看这是好，上帝看这是美好的。但是，咱要领受这个荣耀，领受这个受敬重，领受伫主内面就当享受迄个做上帝囝儿甲查某囝这种的身份，这样美好的身份，我们一定要确实知道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，我们为什么要成为这样的人。今天的主题是有预算的主，你知道什么叫预算？预先去计算，预知去做计算、做计划，这叫预算。耶稣甲咱安尼讲，咱来做这个洗礼，要做上帝囝儿女，咱来大先事先就先计算过，我要做什么，了会付什么代价。耶稣清楚知影，当伊来到这个世间了，伊有啥物款的代价爱付，伊真清楚，所以。伊知影爱背家己的事物件，耶稣家己安尼做，所以嘛教所有阿拉要跟缀伊的人嘛安尼来做，举家己的事物件。耶稣亲自教导我们，自己要背这个十架，他也要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，也要背自己的十字架。耶稣会当知影讲，当伊来到这个世间的进程，伊会当伫天顶享受真侪真好荣耀、荣华富贵。伫天顶的所在有天使，有罗幕，受伊差遣。天顶所有一切拢是伊的，伊会当受真悬的地位。总是若就来到伫地面上，就来到伫地面上，伊就爱清楚，伊就爱牺牲，爱付代价。如果耶稣没有留在天上，他就自己要先知道，他要付代价。这个代价就是牺牲。而且牺牲所有的一切，在天上受尊崇，在天上有很多天使仆役受他差遣，这个都要牺牲，都要放弃。耶稣清楚知影讲，背这个十字架来到这个地面上，受钉伫十字架顶，迄个救人的决心。耶稣清楚知影，伊当伊背这个代价了后，会当互真侪人因为安尼甲上帝性命连结，会当入上帝国，成做上帝的选民。伊讲这个付的代价是价值，所以伊欢喜安尼来做。虽讲伊已经先知影，伊嘛算过啊，伊的牺牲是真大，甚至要牺牲性命，讲比性命更加价值的，总是伊清楚。当伊安尼计算的时阵，伊清楚知影，这个拢有价值。伊牺牲甲受苦，要承受做侪人，这是伊第一个伊的预算，伊有先计算。那第二个，耶稣的预算是什么？他知道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要拯救人，让一些人能够被拯救，但是他要呼召很多人来成为他的跟随者。这些跟随者，耶稣呢不是放他们自己去走，要栽培他们，要带领他们，要建立他们。我这个人的性命会当甲上帝连结了。将来因建立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这些人能够组成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所以耶稣没有放弃他们，所有跟随他们的人，耶稣就能够造就他们、建立他们、栽培他们、培育他们。各位姊妹，咱今仔日已经伫主的内面，伫主的预算的内底，伫伊的手中，咱就当有这个福气，然后咱嘛欢喜，
行上帝所欢喜的这条道路。咱若要做，咱的主期待咱做的事工，主爱咱做，咱欢喜去做；主爱咱行，咱就欢喜行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就活得像主耶稣一样。这是主陪大家啊，陪大家落来到世间，然后付出这的一切所要达成的。我想咱今仔日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就真侪人无辜主伫十字架顶，迄种救赎甲牺牲。咱伫今仔日咱伫圣礼顶中间，哦，今仔日第一摆要献身的要洗礼，因清楚知影，我是安那要伫即个所在，我是安那要伫遮，而且甲上帝讲，而且甲所有兄弟姊妹讲，我要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，然后以后所行的，我要互上帝欢喜。上帝期待我做的，我欢喜来来做，因为主为着我做这种预算，主为着我做这种牺牲，让你嘛行这条道路。因为我清楚知影，做基督徒了后，我必须爱做，必须爱付的代价。因为我知，要让侪人因安尼来得到真大的帮助。我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无论是咱是受洗，也是毋是受洗，特别伫这个所在敬拜所有兄弟姊妹。我们在这个地方都同得激励，也同得赐福。咱这里来祈祷。一定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落你的圣名。我能当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来亲近，要来守住你的圣餐。主，阮为着今仔日咧洗礼、献身、幼儿洗礼遮个兄弟姊妹，愿求主你的灵特别甲阮同在，互阮清楚知，阮过去嘛伫这个所在，阮有受洗，阮就伫遮献身。主。我要诚做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，我来计算，我来付出迄个代价，迄个代价乃是因为主你已经用上大的价来为着阮来付出，好要互侪人因为安尼来得救，来诚做上帝国的内面的一份子。感谢你听阮到遮，主互阮嘛会当因为安尼领受了后，阮有所感动，我嘛欢喜陪这个代价来到主你面前。我要行到这个十字架，跟地主你来行。我今仔日所有的圣礼典。每一个过程甲细节，拢有主你的圣神的感动伫阮的中间。我伫你的面前所做这一切，拢会当符合上帝你的心意，大大祝福伫阮在座每一个参与的兄弟姊妹内面。献上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